还给我！还给我！跑那么快！什么呀？我要亲手给妈和奶奶。这么烂的杂志还要送给奶奶，奶奶受不受得了？怎么烂了？那你还让谢创帮你买100本？我懂，你捧婉晴的场吗？我给你倒茶去。好，这是我新一期的成绩单，微女郎。真不错，好漂亮啊！是的，每一页都是潮流。是你领着婉晴做的吗？是婉晴领着我做的。奶奶，我可不会乱邀功的。现在这个时代啊，最珍贵的是青春，可贵的是人才，这个我懂的。算你谦厚。我这个大股东啊，每天都给谢创打电话，所以呢，我知道。哼，早就知道他是个无间道的货。从今天开始，阿创呢就回到我那边了，你自己啊要自力更生了。你才自力更生呢，他是我的。多大的人了，就是学不会担当。乔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回公司上班？公司没事，我呢想多陪陪妈。妈好了，不需要你老陪着啊。听到没？妈现在有我们照顾了，不能被你一个人独霸了。金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度假似的。你应该把心呐多放在公司那边，多帮帮你爸，好让他倚重你呀。他不是有莫凌天吗？莫凌天是能干，可是他越能干，你就越要努力呀。不然的话，你总不想有一天，你对莫凌天言听计从吧？我没事的，我还有阿创呢。当年你爸不就是因为有谢兆后、韦瞻和萧征，他自己的事情呢闹得一塌糊涂，把重任托付在他人手上，结果呢受制于人。行了，阿创不会出卖我的。万一有一天要出卖呢？他敢，我就废了他。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呢不是说小创不是个好孩子，问题是有一天莫凌天在乔氏一跃龙门，你呢鞭长莫及，到那个时候大家要看他的脸色过日子，那才叫真的难受呢。各位长官早上好，伪女郎第1期出来了，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出个海打个鱼吗？出海打鱼？请你来玩的，请你来度假的吗？那合约看了吗？计划看了吗？没看吧？赶紧回公司看。走。什么合约？还有，你呀，永远不能出卖我们乔家，好好帮我哥。加了班后呢，再来我们杂志社送宵夜，听到没有？这我的这是。跟我来。走了。啊，来了。创！第1期为女郎打响头炮，第2期要求不是更高了吗？啊，我压力很大。拿去吧。好。干嘛不回我微信呀？有种你就永远别回。焦总，我跟婉晴对来雪和莫凌天的婚礼报道有些新的想法，想和你聊聊。这次婚礼的会场呢，定在乔氏集团最好的花园酒店，每一位来宾都很有来头的。我相信这个宾客名单只有我们微女郎才有独家。这个我绝对可以搞定。我们的报道可以从2个方面入手。第一，就说乔氏呢想借助这次婚礼扩大人脉，重点在生意。第二，就说乔氏其实根本没把这个婚礼当回事，因为乔老太跟陶艳萍都没有出席。这个不太合适吧？其实我觉得，这次的主题可以不用涉及乔氏，我们可以从2个主角莫凌天还有来雪入手，我们就分析他们的感情是如何开始的，然后曾经经历了什么，反正具体越狗血越好，读者就是喜欢这些嘛。可是这样的话，不就会涉及到您婉晴姐了吗？而且我今天在大堂已经看到很多狗仔队在追问这个事了。这个选题就算我们不做，其他的杂志也会去做，所以
我不是这么公私不分的人。我正在考虑派谁去现场做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你们掌握的资料可一定没有我详细和全面吧？还是我来吧。可是不能什么事儿都让婉晴去做，功劳都被她抢了，那我来干什么的？这次采访我亲自出马，我是乔家的人，这层关系能得到的材料比你们想象中可要多得多。而且来雪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有什么话她不会跟你们说，一定会跟我说。可是你没有经验，自家的喜事还要什么经验啊？你这句话说的不对，你想听到的，人家就不会跟你说了。这个我自有办法。婉晴，他是头，你就随他吧。我是老板，我的决定都是对的。我是你上司，就听我的吧。好吧。欢迎光临，请问您几位？一位。这边请。嗨，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刚才手上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没事，我也是刚到。我们先点菜吧。好啊。听说这里的海鲜2人餐非常的好吃，就点这个吧。可以啊。waiter， 来一份海鲜2人套餐。谢谢了。哦，对了，我那天到商店看上了2个包，他们介绍说，这是最流行、最漂亮的，送给你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我是一个慢热型的，而且我投入工作的时候投入的六亲不认。不用跟我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让你觉得很没有男人的尊严？我知道是有很多人这样说我，可是你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做的。我是不是让你觉得我在追求你啊？其实你也不用出手这么狠，买2个包。这个包是给你的，但是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在跟家人打电话，所以晚了，不好意思。婉阳哥，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冲浪？改天吧。好好。不是说你们先吃吗？干嘛要等我？我点了那个海鲜2人餐，那你呢？自己点吧。OK，waiter，来一个蔬菜沙拉，一个洋葱汤，谢谢。请稍等。喏，送给你的。哟，又请吃饭又送礼物，华姐，我们2个真走运。这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吗？每天我的午餐都有人约我，而且是排着队的。1个包就把你收买了。好了，转入正题吧。这个没有你妹妹的午宴，肯定是想聊你妹妹婉晴的事情吧？万华姐果然是聪慧过人呐。等等，我也是聪慧过人哦。就我掐指一算，应该是因为莫凌天和来雪结婚的事情。你想让我们以上司和领导的身份，让婉晴不要碰这个专访，以免她心里难过，对不对？bingo，果然聪明啊。因为我哥跟你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刚刚就是他给我打电话，让我也约万华姐吃饭。我才没有那么无聊呢，一连2次应邀这种无聊的饭局，这种事情打个电话就可以说清楚，干嘛要吃饭啊？为表诚意嘛，万华姐。你不要一个姐一个姐的老叫我好吗？我有那么老吗？叫我 Mary。哦，好 ，Mary 姐。不 ，Mary。其实我作为一个哥哥，我是想全心全意地保护好我的妹妹。当然了，如果换作是我哥的话，他肯定也会这样保护我的。我希望就是来雪和莫凌天结婚的时候，当那种幸福的那个什么画面，我不想让我的妹妹一直留在脑子里面，在她的记忆里。也许是在他们大婚的时候，能安排一下她到国外去做一个采访等等之类的。你以为只有你们2个，还有乔金帆关心婉晴的情绪吗？还有来雪，他每天给我发短信，想让我安排婉晴去做他的专访。他认为谣言止于智者，这太不可思议了吧？那婉晴知道吗？来雪肯定是想借我的嘴去为难婉晴，可是你们想，如果不让婉晴去的话，
那就说明他已经输了。如果让你哥跟婉晴去出席这个婚礼，那他们一去就会成为全场的焦点，那他们就可以反客为主，扬眉吐气了。这招太高深了。你们才有多少恋爱经验啊？乔董啊，哎呀，乔董，你看到早报的财经版没有啊？啊？哦，你说的是乔氏集团的凌天商务计划获得政府相关部门认可，被指为配合政府发展的好项目啊！是啊，是啊。哎呀，这个来雪真是乔家的宝啊，很有眼力啊！啊，把莫凌天挖到了乔氏。哎，乔董，这还要感谢夏正朗呢，刻薄成家，赶走了这个人才。来雪结婚的请柬，你准备好给华朗了吗？啊，准备好了。他送了莫凌天给我，这贺礼比谁都厚。我很看好莫凌天的高智能项目。我已经把这个项目做了市场评估，如果推动成功，就能给乔氏2个双赢项目了。是啊，是啊。哎呀，这乔氏真是鸿运当头啊！啊！要是凤仪能够醒过来的话就好了，能够参加来雪的婚礼。是啊，但愿凤仪不会有什么意外。不过乔董啊，我想乔老太还有燕平，很可能对来雪的婚事不大关心呢。这也是。哎，那个燕平回去以后情况好了？还在适应期，不过她康复得挺快，完全不像一个长期精神出问题的病人。很有可能她和妈妈都不会出席婚宴，但是礼物会到的。哦，对对对，哎，乔董啊，我差点忘了，燕平呢，让我替她在珠宝店为来雪挑了5万元的礼物啊。是吗？啊？哼，燕平以前绝不会这么大方。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好了好了，在公司里不谈家事。啊，好。赵后，啊，最近你经济上出了问题吗？我听财务的刘昌说，你跟公司财务预支3个月的工资。这个乔董，是这样啊，我进的那些仙股啊跌了，跌得比较惨，损失了一些钱。后来我想干脆势倒低迷的时候我再进一些，说不定我就……你呀，真是笃信不改。但是呢，我不赞成借工资的。你还是把这些股票斩仓了，长痛不如短痛，一次重创才能令你痛定思痛。咱们那么多年兄弟，你也不该陷我于不义。啊，你经常这么做的话，你让我这个领导怎么做下去啊？而且，公司大小财务，老太太心中都有数，时间久了，纸里总是包不住火的。而且你想过没有，肖铮、韦瞻他们怎么看？你当行政的，以后怎么服众？乔董，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乔董，乔总来了。那我先出去了。好，乔董。啊。好，请。乔董找我有何贵干？你有没有看今天的早报，有关凌天商务计划的？咱们乔氏啊，就靠这个项目翻身了。而且这也是政府认可的，其他的项目我们都可以不要，唯独这个项目，必须好好的做下去。你得明白，咱们做市场，永远没有政策重要。只要拿到了政策上的优势，咱们何愁没有市场？你看，这消息一登出来，公司的电话都打爆了，全是要求跟我们合作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啊！只要口袋里有那么点钱，都盼着过来分一杯羹啊！就这事儿啊？你这什么态度？
这件事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啊？有没有点新意啊？今天这么个大喜日子，你能不能说好听的话？新年快乐！你给我站住！乔氏集团这么多年在我手上，那帮老头都不把我当回事儿。哼，这下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说什么？要是没有我，这么好的事儿，也绝不能归咱们乔氏。乔董，你也不用开心的这么早吧？金帆呐，你知道什么叫大将之风吗？要有眼光，要有气度，要懂包容，秉持公正，那才能够服众。你以后要对公司多上点心。男人嘛，事业才是第一的，事业有了，要什么女人没有啊？原来你是这么想的。那我真替我妈还有那个来凤仪难过了。你什么态度啊？就这么跟你爸爸说话？你妈已经无恙回来了，一家上下相处融洽，你以后不要再找借口，跟我作对了。我妈是因为爱而原谅你，我对你没有。来雪啊，你真是我的幸运星啊，把这个房子放到这么高的价格上。那是当然啊，如果我没有旺夫命，怎么能当上莫太太呢？林天，赶快把面吃完。再过几天，你就是我们家上门女婿了。林天啊，你会不会舍不得这个房子啊？怎么会？这个房子的一切，包括记忆，我都可以放得下。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家，才是我们的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攀上乔氏的领导层。总有一天，我让那些在背后说我们坏话的人，向我们点头哈腰。我相信我的眼光。你再一次的出现，让我挽回了失去的亲情，得到永恒的爱情。林天，你要记住哦，我会是你永远最强大的支柱。只要我们携手并肩，这个世上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们。什么家世啊，什么出身啊，通通都是扯淡。等我当上领导的时候，谁要是敢在我面前说家世这两个字，或是私底下说你不好的坏话，我马上就得滚蛋，彻底在我面前消失。谢谢你，林天，能够爱你，我真的觉得很幸福。来雪，我也要感谢你，没有因为任何人的破坏而放弃我。感谢你，让我爱你。林天，我一定要让你在婚礼上对我说爱情宣言。说，必须说。你对我的爱，我对你的爱，都在心里，永不磨灭。还有呢？还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行了，真俗气。我教你啊，雪，你是我心中的，你认真听啊。停！雪啊，你是我，哎，停！太肉麻了，我受不了了。你是我心中最纯洁的。托乔氏一项的业绩以及对社会建设的贡献，得到了主要部门的信任。凌天计划和高智能项目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我们宣传部的团队呢，也会全力以赴，做出最佳成绩的。我想尽快把莫凌天的高智能项目在公司立项，以免夜长梦多。除了凌天的计划之外，乔氏还有几个住宅和商业大楼要开工。如果再开项目，我担心公司的资金可能会出现问题啊。云湾港的第二期要在下个月启动，这可是同区的楼王啊！预计利润要比第一期多出30%。奥海港的施工图已经出来了，审批工作月底完成，招商工作也应该马上开始了。有些东西是需要取舍的，而分散资金是愚蠢的行为。
那总经理的意思呢？马上放弃所有小项目，把所有资金归到凌天计划。金帆呢，一直很少管理公司的业务，他这个决策要慎重考虑啊。这个决策我已经跟他谈过了。万一出现意外呢？我会负全责。未来的2个星期呢，是我的大婚和婚嫁。接下来我手上的工作将由乔总处理，我的2位助理也会协助乔总，希望大家能够鼎力支持。好了，你就安心度蜜月吧，以后你跟乔氏就是一家人了。凌天呐，在你大婚前抽个时间指点一下我这个老头子，我们上下一心，开拓乔氏。陆总不敢当啊，来雪啊，我们宣传部的几个手下开完会以后都很欣赏你啊。我这个老头子也长了不少见识啊。过奖了。我想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做吧，先把凌天计划全力做好，然后再确定是否要合作高智能商务项目。总之，别人可以出的价，乔氏一定会出手更高，不用想其他的。如果这次项目真的由我全盘掌控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合作，我觉得机会很大。好的，找天跟你好好再谈。嗯。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了。没有问题的话，那散会吧。啊，大家请留步，我想给大家发个喜帖。好。乔总，请一定要来，恭喜啊！希望您以后都能像今天一样支持我。还有，您和婉晴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谢谢啊！我想当面谢谢她当初放弃了我。请一定要来，谢谢。不错，你选的挺大方的。老太太的那个礼物也是交给你办的吗？啊，老太太说给现金省事儿，你让我准备的贺喜呀，我放在礼物的那个袋子里了。唉，你办事谁能不放心呢？燕平啊，你对来凤仪母女真是大度啊。我是不愿意为难纪云和金帆。嗯。那个来雪和莫凌天是在帮纪云吗？那当然了，莫凌天的项目啊，在财经版的同行当中得到了赞赏，很给乔氏面子啊。那金帆没怎么样吗？金帆很通大体啊，而且在会上对纪云很支持、很理解。那样萧征那帮人呐，可就慌了手脚了，躲起来啊，开闭门会议了。唉，那就好了。哎呀，现在你回来了，这个家渐渐的就和谐喽。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哎呦，你说吧。我想向你借180万。180万？啊。哦，这么大的数目，我看你得跟纪云说吧。嫂子，借钱这个事儿不能跟纪云说吧？就像你有秘密，也不能告诉别人，是吧？什么意思啊？我有什么秘密呀？燕平啊，当你生病以后，纪云有家等于没家，他跟来凤仪背上了不义之名。这些年呢，是我东奔西走，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我一直有一个念头，我在想，你是真疯呢，还是装疯？如果是为了阻止来凤仪和纪云来往，你装疯又牺牲了一对儿女温暖的家庭，我觉得这个人的心思太狠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赶快送我回家吧。有些话不能回家说，耳目众多啊。你知道吗？季云对来凤仪确实很动心。在他出事那天，季云担心来凤仪从餐厅一个人回去，他不放心。他跟来雪去办事情了，他让我开车把来凤仪送回去。我开车返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来凤仪被车撞了。我在人群当中看到了一个很像你的女人。荒唐。我也觉得很荒唐。于是我悄悄拍了几张照片，想证实一下。现在只有我知道来凤仪追谁才被车撞的。我想他一定是为了追你，想拉你去见季云，还他一个清白。什么意思啊？你想怎么样？燕平啊，你在乔家一直受到很多人的尊重，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让人知道。但是你怎么做才能不让人知道呢？谢兆侯，你跟了季云这么多年，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么的卑鄙。我卑鄙是乔家逼出来的。我为乔家拼死拼活干了20多年，我捞到了什么？我一直在想啊，来雪的婚姻，我送什么大礼给她？如果在她的婚宴上，我把这件事说出来，你说，算不算个大礼呀？我知道，你只是贤妻良母的形象啊。如果这件事情让纪云、金帆还有明娇知道了，他们怎么看你啊？乔老太会在众亲友面前怎么对你呢？你好好想想吧。赵侯，我求你好吗？我求你，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可能我是有对不起来凤仪的地方，不过我那是因为我是想要等到她醒之前好好弥补一下我没有尽到的母亲的责任。我想给我的儿女多一点爱。嫂子，很好。对不起，我怕你忘了，所以我就录了音了。你放心，放心，只要答应我的条件，这个秘密我保证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对了，加上录音这个证据呢，我那个条件要有一个小小的修改。我向你借个整数，200万。谢兆侯，你不是人。你不要这么说嘛，我做的事情跟你比起来，那算不了什么呀，真的不算什么。好了，咱们去银行吧。你那个多年没动的账户也该整理整理了。怎么样？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啊。季云呐，喝点水吧。谢谢啊。真舒服啊！你的手艺还跟以前一样。谢谢你把那个房间给我保留的跟从前一样，我觉得真的像回到了以前。其实你回来，我也挺高兴的。现在我对这个家和2个孩子的歉疚都释放出来了。你岁数大了，不像年轻人似的，没日没夜的工作。
公司里的事情啊，不一定要亲力亲为吧？你看金帆长大了，偶尔他还是可以替你分担一些事情的。哎呀，你别再提金帆了，他在公司跟莫凌天斗得你死我活的，我哪敢再派工作给他？你原谅我，他却不原谅我。这个儿子跟你年轻时候的脾气一样，死要面子活受罪。还好有赵后跟小创两父子从中协调一下，不然呢，我怎么扛得住？季云呐，姓谢的他始终是个外人，防人之心不能没有啊。我跟他是20多年了，跟兄弟没有差别。还有，小创也是在这里长大的，跟自己人一样。只要把来雪跟凌天的心拿下来，以后呢，金帆身边就不怕没有人才了。季云，莫凌天他是个人才吗？特别能干，我很器重他。他跟来雪的婚礼，我挺想去的，可是来雪对我看法太多了，我也不便在那儿出现。我买了一颗翡翠吊坠，回头你替我转给他，就算是我祝福他们吧。我知道你很大度，你这样做都是为了我跟金帆，谢谢你。乔董，谢总来了。乔董，莫凌天的高智能计划的评估出来了，请您过目。好，我还有工作要做，你先休息吧。好的。您慢走。儿子，哟，回来了啊？这么晚？在乔家刚开完会回来，谈一下那个莫凌天的高智能项目的评估。啊，对了，带回来这个材料你也看一看，啊？我就不看了吧，这都是机密。什么机密？你是我儿子，怕什么呀？哎呀，我告诉你吧，当年老爸我呀，就是没人愿意给我看这些东西，哼，要不然我早就不是现在这个位置了。老谢啊，不要总是抱怨命运嘛，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乔家，咱们父子俩什么也不是，对吧？什么屁话！我告诉你吧，成功的路有2条，一条叫捷径，一条叫险境，知道吗？什么叫捷径啊？啊，捷径呢，就是2条腿溜着走就行了，容易。但这条路不是给咱们这样的人准备的。这险境可就不同了，那得4肢并用，每一步都要走得扎扎实实的，知道吗？老爸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知道吗？知道，是。你问那和尚，和尚跟你说点正事儿。哦。儿子，这几天跟明教处的怎么样？没什么呀，就是好哥哥好妹妹啊。嘿，你骗我！燕归都告诉我了，明教拿着你的衬衣跟宝贝似的，连手洗都不愿意交给下人，就是你小子对人家爱理不理的，对不对？哎，什么爱理不理的，别瞎琢磨。哼，我琢磨着，儿子，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对人家玩欲擒故纵啊？你猜？猜什么猜呀？甭猜。儿子，我赌你大获全胜。哎，你等会儿啊！我听财务刘昌说，你要向公司预支人工，又去赌钱是吧？没有，那只是仙股啊，已经馋死我了。本来呢，我是想啊，走地以后再进点儿，不好多赚点嘛。后来那个乔继云跟我说，别赌了，有风险。我想，对，人家说的对，对不对？所以我就狠了个心，断了，以后我不沾了。真的假的呀？真的呀，老爸还能骗你吗？哼。哎，对了，儿子，来，以后你跟明教处的时候，不要斤斤计较，大气、大度、大方，
这才是男人的魅力，懂不懂啊？这张卡上的钱足够你花了，让他们看看咱谢家的风度。拿着。我不要，他不用我买单。哎呀，一个女人呢，要是让你给她买单的话，那就是给你机会，给你位置了。好好跟明交处吧，啊！老爸担心呐，那一天，乔金帆跟莫凌天真正化敌为友了，到时候就把你呀搁在一旁没人管了。拿着。经过这些天以后，我的内心真的很平静。我跟来雪还有莫凌天的关系，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本来还以为这几天心里会很难过，但没想到，好像还好。幸亏有乔金帆在，他就像止痛剂一样，让我舒服了不少。他这个人身上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让人觉得在他身边很舒服。但是总觉得他随时会溜走，又没有安全感。跟乔家的人相处很舒服，很喜欢他们，觉得他们对我也很好，好像家里的人一样。这次，哎呀，一起去过来雪的婚宴以后，我跟乔金帆该不该继续呢？你这个乔金帆呀，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呢？啊？乔总，您回来了啊！外面的东西帮我搬进来。好。奶奶，妈。奶奶妈。金帆，你要搬回来住啊？当然了，妈都搬回来住了。哎，跟这个人争宠。哼，没良心的，都是我帮你收拾装箱，你还跑来跟我争宠。算了，不跟你计较。你唯一爱的家长只有妈，我还有爸，还有全世界。啊，昌昌，赶紧把这个人嫁出去吧。好吵，烦死了。好啊，我来给他安排相亲。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多大了，还玩西班牙斗嘴啊？妈，您就由着他们吧。这些年来，我连他们兄妹两个打架的回忆都没有。打架？啊！哎呀，奶奶，你快让我哥搬回他自己的公寓去住吧。他一回来就有人欺负我了。你个鬼灵精！谁还敢欺负你呀？有他可以镇住他。我去搬箱子。耶！你别以为没有五指山可以镇住你啊！噔，你的五指山来了。奶奶、阿姨，哎，快过来。你的礼物。哇！婉晴，你真懂我哎，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迪奥香水了。怎么样？奶奶，没有你，这是上次跟您说的点心，就是你在微信跟我说的那个蛋糕店。真细心。奶奶，你有微信的，真洋气啊！有没有加我啊？哦，现在你就知道你们平时怎么忽略我这个老人家了吧？是婉晴教我的。我特别喜欢听她的声音，每天晚上我都是听着睡觉的。您说笑了。奶奶，你真是太好了。奶奶，你加我，不要加我哥。婉晴啊，金帆有没有欺负你啊？他如果欺负你，告诉阿姨，我收拾他。哼哼，谁敢欺负他呀？他对谁都一样。喂，等等。哥，怎么这两个风筝你还没有丢啊？那是小时候妈买给我的，我怎么舍得扔掉啊？奶奶妈，一会儿我们一起出去放风筝吧。我放给你们看。喂，冲，一人一个。好啊。
感谢你啊，婉晴。自从你的出现，就像把金帆这个断线的风筝又带回了乔家。要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他要跑到哪里去了。是啊，看着他现在上班一本正经的样子，真的很感谢。别这么说，他能回来也是因为你们。自从你的出现，他踏实多了。这孩子呀，一点坏心眼也没有，还认死理儿。喂，现在公司啊，需要他尽快的成长起来。我看到他那个踏实的样子，我真的很欣慰。我知道，你是个心事很重的女孩。莫凌天跟来雪结婚以后呢，你要面对的是如何解决跟金帆的关系。给他机会，别放弃他。如果我们没遇见过，你是否还有另种生活？梦长出了翅膀，飞了多久？找到了另一颗心，才能安静的降落。原来海的尽头还有片天空，你始终牵着我的手。想停止漂泊，在遇见了你以后，就让我紧紧陪着你一起感受。看天空，我为你挂满了云朵。相爱过，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要相信，爱是一种收获。一路上，你和我还有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看天空，我为你挂满了云朵。相爱过，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要相信，爱是一种收获。